观众朋友，早早，欢迎收看12月7日公视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陈雅纯。新闻头家先来关心到总统赖清德出访，头一天出访，伫咧前往马绍尔群岛，也阁有土瓦鲁、甲帛琉咱三个友邦，经过美国的夏威夷甲关岛了后，伫咧早暗时已经返来到咱台湾。赖清德嘛有伫咧机场发表谈话。感谢美国秉持安全、尊严、舒适、便利的原则提供协助，我们开启了价值外交的新时代。我们都很清楚，国际的媒体也多所报道，我们这些邦交国其实相当勇敢的抵抗了极权主义的威胁利诱。这些国家不仅仅勇敢，也坚定地支持民主的普世价值。我们也跟夏威夷州、还有关岛州长、总督、当地的议会，大家共享民主的价值。赖清德表示，这届出访展开价值外交的新时代，咱这友邦拢勇敢坚定来对抗威权，支持民主。未来咱嘛继续甲世界各国做伙来维护民主。赖清德嘛感谢规个团队的努力，也有回国的空军四架 F-16战机来伴飞，或者6枚7天的出访行程会当圆满顺利结束。咱继续来关心到总统赖清德出访南太平洋三个友邦，国安单位认为总统返来到台湾了后，中国解放军将有可能又会发动军演。总统赖清德是强调，咱这国安团队拢有掌握因的行动，而且向中国来发声，讲亚军头目不如电开上手。咱国史称同级的巡防舰训练舰现身帛琉，这篇海上搜救联合演练，在出访行程上尾一天，总统赖清德和帛琉总统会晤人组的视察，展两国稳固的邦谊，希望共同强化人道救援合作和海上安全。因为伫总统登来进前要台的中国机南大增加，国安单位嘛研判中国的发动军演。我们的国安单位和各友盟国家之间都有非常紧密的掌握跟合作，同时我也期待中国举起拳头，不如张开双手。再多的军演、军舰、飞机，给予周边国家的胁迫，都无法赢得任何一个国家的尊敬。伫出访的期间，前总统马英九邀请中国的学生来台湾交流，所伫受访的时阵，叫咱国是中国台北，引起正大的风波和争议。7天6夜一路上应该都可以清楚看到、听到，国际社会称呼我们是中华民国、中华民国台湾，或者是台湾。我们希望两岸能够展开健康有序的交流。但是如果涉及矮化台湾，甚至一手所谓的交流，一手共击共建老台，不仅仅是台湾人民不会接受，更违背了交流的本意。这摆出访，赖总统过境美国的夏威夷和关岛，而且和共和党籍的美国众议院院长强生通话，和各界关心川普回归了后，台美的关系敢会延续？跟美国不同党派的好朋友通话、视讯，都代表台湾与这些国家、国际友人深厚的情谊，我们关系是坚若磐石。另外，南韩最近的政局是正乱，戒严的议题引起各大朝野的攻防，赖总统嘛慎重提醒。我们不分朝野，千万不能够忘记，台湾的民主并不是从天而降，我们要记住历史教训。过去的威权错误不能够重蹈覆辙。结束任内首次出访，赖总统要展现团结友邦以及民主盟友，来正面应对中国的军事威胁。以上是公视记者方俊怀在帛琉的随行采访报道。来关心南韩的戒严风波，南韩国民力量党就是这个
执政党的党主席是主张要甲总统温室活暂停职务，就是惊伊可能会搁出现极端的行为。另外一方面，军事将领伫咧初五开始拢小连续去到国会接受质询，针对可能会搁再改检的风声，代理国防部长是强调这毋是事实。也搁有韩国媒体报道讲，总统温室活伫咧今仔日总算要出面来发表全国谈话。国民力量党的党主席韩东勋前一天态度还阁真坚定，对外表示，为着卖互政局搁较乱，会用规个党的力量，甲温室活的干涉安查落来。不过初六的时阵，态度煞熊熊改变。伫国会最高委员会紧急会议，伊讲总统温室活应该要暂停履行伊的职务，理由是有可能会搁一摆出现极端的行为，到时会对国家甲人民造成真大的危害。 새로이 드러나고 있는 사실 등을 감안할 때 대한민국과 국민을 지키기 위해서 윤석열 대통령의 조속한 직무 집행 정지가 필요하다고 판단합니다. 另外一方面，军事将领为初五开始去国防委员会接受议员的质询，去向指派做戒严司令的陆军参谋总长鲍安珠，伊讲伊对温室活戒严的计划是唔知头唔知尾。也那代理国防部长职务的副部长金成浩，伊讲伊是看新闻才知影发布戒严令，抑个讲并无分称指予军队。 예, 제가 특전사령관한테 확인했고 특전사령관으로부터 들은 답은 실탄 지급은 없었다고 들었습니다. 针对民权团体军队人权中心初六对外表示，有接到阿兵哥的密报，讲有几个部队收到可能会有特殊调集行动的命令，而且开始限制休假。推测国会单核温室活的表决若是无通过，可能会第二届发布戒严令，请民众都要持续保持警戒。针对这件代志，金城浩讲，这并不是事实，而且佫进一步强调讲，就算有这件代志，军方嘛袂照咧做。 也若初三迄暗执行戒严令，带领军队去国会阻挡议员进入议事厅的陆军特种部队指挥官郭忠金，伫国防委员会共同民主党议员鲍成元甲金炳洲的 YouTube 直播。伊讲伊是伫戒严令发布进前的20分钟，接到国防部长金良宪的命令，叫伊去甲议员为国会内底甲拖出来。不过伊并无照咧做，因为伊知影这明显是违法。南韩中央日报有一篇标题号做“戒严是安怎无演变做修逆之春”的分析报道指出。 2000年了后出世的戒严部队，真明显甲1980年代了后出世的是真无相像。面对顶时无合理的指令，这少年的阿兵哥心内拢会采取较保留的态度，甚至会表现出因继续执行。也若甲革新党的议员李俊锡，伊伫 CBS 广播节目表示，伫戒严的迄一暗，伊甲包围伫咧国会外口的军警大声喊，讲议员是要去做工课，安尼甲因主动干掉，会当真明显感受到这个军队无搁大家向硬。 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译。今仔日还阁有啥物大代志？带大家做回来读早报，先来看《自由时报》。明年开始，民众检举诈骗案嫌犯啊，红判刑15年以上，检举的人上济当领到1000万的奖金。另外，若是金融人员、警察发现到民众可能受骗，有赶紧来阻挡到一定金额的损失，就会当摕到奖金10万块。再来看《联合报》。 台北车头边有一间补习班，真侪当来拢用呆呆的名来做扛棒，互校方控告侵权。即马一审判呆呆过赢，业者爱付623万互呆呆，扛棒嘛袂当搁继续写呆呆，爱伫咧今年底进前全部换掉。落尾是《中国时报》。 当朝3点控建议要放定给付的资格，来互脑中风影响到日常生活失能者，也是癌症末期可能活无半当的失能者，也佫有符合给付资格、有永久居留权的外籍专业人才等等，全部拢会当适用。租计总处公布11月税厝的租金指数年增率2.66%，这是28当半以来上悬的数据。有学者就表示讲，现有的厝甲有卖厝，这继续拢伫咧观点，租金是短时间内无法度降落来。也若居住正义的团体是认为讲，国内上百万间的空厝拢无加入来税厝的市场，拢放咧远。政府的租金补贴是电到互厝头家会当继续起价，税厝的民众大头愈来愈重。 11月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是2.08%，搁一摆徛倒来2%的通膨警戒线，其中厝税指数起伏是来到2.66%，从1996年6月以来上悬。居住类上涨2.32%，主要是因为房租上涨2.66%，再将电费以及住宅维修费分别上涨4.48%以及3.17%。
拄计总署讲，今年6月就捌出现2.6%的起伏，11月的起伏无算是明显升起哩。强调影响厝税的起势包括4大因素：物价、厝价、维修费含利率。目前单单物价起势是无起较济，其他的因素起势拢无减。短期内厝税起伏减势的机会无大。学者嘛认为讲，租金无法度降，主要都是因为厝价相关。房价呢是持续的呈现上涨的一个态势，也就会有顺势调高这个房租的一个动能，所以短期间看起来，在这个房租的部分，可能依旧还是会持续处于在高档。房产专家讲，关厝价推升买厝的成本，为着有关租金的投报率，厝税自然会含厝价做伙起。基主正义团体佫讲，政府的厝税补贴嘛应该检讨。所以台湾大概每8间房子就有1间是空屋啊。当然，对于房东来说，他有完全的定价权。即便同意了房客申请租金补贴，通常也是会用涨租的方式去跟房客拆分，会连带的造成定锚效应，就是周边的这一带的房东都会同时去挑涨他的房租。政府设新青安，替第一摆买厝的人完成买厝的梦想，所变做投资客炒房的资金来源。第3季央行是提出第7波选择性的信用管制，房市虽然降温，但是厝价同款悬。厝税嘛伫观点，央行第4季理监事会议要伫12月19举行，敢会阁提出相关管制措施嘛？持续在观望。记者综合报道。建兴科技大学正正的教授陈明正去报宜兰县政府桥梁检测的工程，双方指控讲伊检测上百条桥有7成的报告拢是假的，根本就无到场去检测。即卖宜兰地方法院是依照伪造文书罪，该判刑2年。不担任南方澳长桥检测人员的前建兴科技大学教授陈明正开设万桥坊工程技术顾问公司，不过佢是涉嫌2018年承接宜兰县桥梁检测时无派合格检测人员检测，你是外包户无辜资格人来施做。万桥坊厂商那边检测人员，那跟当时登载的资料它不相符嘛，所以大家针对他那间检测的资料，我们也依照契约，那请万桥坊的顾问公司这边。那必须针对有疑虑的部分，那依据契约的一个条件，那再去进行全面的一个检测嘛。这个案件发现是因为南方澳大桥登记了后，官府登去看检测资料，发现南方澳大桥检测资料登录无实在。检方调查了后发现，依然有真侪桥梁检测拢是由这个公司来承接，资料造假桥数量有541组。去现场检测的人一定要有一定的资格。被告2位呢，就请这一些。另外，他所雇没有资格这些人呢，直接在系统上就点那个符合契约资格的人，这个传输给这个宜兰县政府的这些业务上登载的文书有不实的情形，显示2年有期徒刑。那这个另外他的助理的部分是1年10个月陈明正所承接检验涉嫌造假的500多座桥梁，是毋是有安全问题？官府讲会全面来检查是毋是有安全的问题。不过南方澳跨港大桥因为需要承接检测公司已经换公司啊，所以讲法官认为这部分是无罪。记者综合报道。咱台湾伫咧拉丁美洲的友邦巴拉圭，因为这个中国外交官市委干涉内政，要煽动巴拉圭甲咱台湾断交，即嘛是宣布已经甲这个市委赶出境。咱驻巴拉圭的大使馆嘛发表声明来谴责中国。中国外交官市委出现伫巴拉圭国会，佮游说议员甲北京建交，要巴拉圭政府赶紧做出正确的决定。Ahora casi no hay comercio o exportación de Paraguay directa a China. Es una gran lástima. Los paraguayos están regalando su ganancia a intermediarios, pero con relación diplomática con China, ustedes pueden ganar más.巴拉圭是咱伫拉丁美洲唯一友邦，市委原本是去巴拉圭参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年度会议，却无去，反倒但走去首都亚松森的国会，煽动巴国放弃台湾，引起外交风波。巴拉圭外交部透过声明撤销伊的签证，宣布伊因为干预政治，被列为无受欢迎人物，24小时内爱出境。巴拉圭长期伫外交支持台湾，被看作是阻碍当地农民对中国出口粮食的主因。不过，外交部长在1月底访问台湾，接受专访时，佮表示支持台湾的立场。Paraguay is open to establish diplomatic, consular, or commercial relations with China without conditions. We don't accept any condition to break our relation with Taiwan, to have relation with China.
because of principles. 中国外交部还未有回应，但自巴拉圭大使馆是透过社群媒体声明，谴责中国是要破坏台巴友谊。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国家，市委或者是中国外交部的评论，拢无法度改变这事实。中共政权唔捌也无可能代表台湾。公司新闻陈慧珍报道。美国针对着中国影音被大国际版的 TikTok， 讲因若未了解中国722就要封禁的这个法案，美国联邦上诉法院伫咧初六是判决这个法案无违宪，所以后个月 TikTok 若是无卖出去，就要互人落架。美国上诉法院在法官组成的小组拢裁定，驳回 TikTok 无被突禁法案违宪的论点。因伫判决书当中表示，美国政府提供有力证据证明这法律是为保护国家安全制定的。TikTok 无正面否认，要伫中国政府指示之下操控内容的指控，也有法官指出，这个法律无违反美国宪法第1修正案对言论自由的保护。TikTok and ByteDance are expected to appeal this case to the Supreme Court, but we don't know if the Supreme Court is going to take up the case. President-elect Donald Trump, who in the past tried to ban TikTok, has also come out and said that now he's against a TikTok ban and he's going to try to save the app. TikTok 了也发声明告表示，望这个法院用维持悠久历史，保障美国人的言论自由。这项禁 TikTok 的法案规定，若某公司中国企业直接跳动。若无伫明年1月19进前卖出去，会封杀这个热门低影音应用程式。先禁令伫前总统川普就职进前1天生效，不过伊反对互禁令执行复杂化，也无清楚上针了是毋是执行这项禁令。另外，TikTok 佮加入罗马尼亚总统大选前期，欧盟执委会初5号令要求 TikTok 保存守护监察选举的数据，方便之后进一步调查。TikTok has the obligation to provide to the Commission all this information within 24 hours. Why is this such a short deadline? Precisely because TikTok needs to step up resources to counter information operations ahead of the election weekend coming up. 罗马尼亚进前举行第一轮总统大选，继有些候选人乔治斯福意外晋级决选。李立场称呼靠 TikTok 的影片宣导得到真济少年人甲海外侨民的选票，互 TikTok 的角色受质疑。欧盟经济数位服务法要求 TikTok 保存为去年11月至4到明年3月底的数据，期间也包含特别举行的德国大选。公司新闻陈慧珍报道。来看嘉义县的农民甲非营利组织有设计课程，向国中、国小做伙来推广食农教育。嘉义县阁有专工来举办食农博览会，要做伙来分享成果，提升食农教育。国小的学生小解家己用插角啊设计智慧农行，希望用科技的方式减少天气甲病虫害的影响。来自嘉义县30多间的国中小做伙来举办食农博览会，展现因对食农教育推广的成果。因为现在有很多的农业灾害，让农夫遭受损失，所以呢，我们就想是不是可以制作一个智慧的农园。教囡仔要安怎来种植，要安怎来饲土，土壤会让种出好的物件。像南平国小用滴灌的方式来照顾这个农田，都是一种这个农业技术的学习。参加博览会学校拢有参与这个竞争性的食农教育计划。在博览会当中，分享因为研究的过程到最后完成的展览。有学校就表示，透过甲农民设计食农教育的课程，会当延伸真侪无共学习的内容。咱咧种物件，像说学英语，甚至讲培养人甲人之间的感情。所以，阮的囡仔因为经由这个过程，将采精料真好，英语嘛进步真侪。我们有很多学校把他平常的一个，不管是种植或者是在教学，那有一些是导入了科技，这样的成果可以分享给我们所有的我们其他的一个学校。教育处表示，农业是嘉义县主要的产业之一。食农教育的推广，除了教学生囡仔食品安全、友善种植的一寡观念以外，嘛希望让学校甲农民了解农业的发展状况，做伙提升在地的农业环境。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这几冬来，咱台湾的影视作品这题材是愈来愈多元，嘛定定伫咧国内外影展摕到大奖。一出好的作品，除了演员的表现，幕后各种领域的工作者嘛是关键中的关键。稍等的暗时7点半，青春咱的帮节目，就带大家做伙来看幕后工作者的拍拼。
要完成一出成功的电影、电视剧，除了幕前名称主角的演出，嘛需要幕后的工作者，用流利的双手甲创意的想法，帮助这个角色讲故事，亲像营造现场声音的语音师，互场景符合实际的状况，甲时代质感师，还佫有呈现咱人照相、脑化等等状态的特效化妆师，因拢是影视作品成功的重要功臣。我们做出来的声音主要是要很写实，要让你听起来很像你日常生活中听到的那些声音，最好是做到你觉得很自然，是电影里面发出来的，让你以为是拍戏当下就录到的。在台湾并无所在会当学遮尔有路的技术，一般来讲拢是靠师傅看教，若无就是家己看册、上网找资料，经过济试验，才有法度完成符合需求的作品。花了很多时间去建立的，可能去国外学，他们会讲一次，你跟着老师做，或者带着你做，你就知道什么叫做是成功。但是我可能要做10几次，或20几次，或上百次，我才能做出一次成功。这几年来，影视产业的劳动环境愈来愈受到政府甲民间的重视，亲像建立工作者就业的制度，使用材料的安全性，也是未来的规划甲发展，拢开始豆豆产生变化。较早是一工一工，就是你有去有做就有钱，无做就无钱。会使去做的时间嘛无稳定。然后饲料的部分，以前拢用油性的，即马就拢改用水性环保饲料。用演过手锣拍片，一直到即马对着国际潮流的影视工业，这些少年人用创意甲坚持，继续投入这项工作。因的作品嘛受到国内外真侪奖项的肯定。希望台湾的影视产业会当愈来愈进步，在国际上，让大家看到咱的实力。记者吴定武、林建如台北、台中采访报道。天气玻璃仔做伙来关心今仔日各地头气象。北部地区18度至22度。中部地区17度至27度，南部地区17度至29度，东部地区18度至27度，一个外岛地区14度至23度。感谢您收看今仔日公视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陈雅俊，祝福您平安顺心。咱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再会。